灵溪阿跋陀罗宝经卷第二，老宋三藏救那跋陀罗译，一切佛语神品之理。你是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修多罗说，如来藏自性清净，转32相，入于一切众生心中，如大家宝，故以所传。如来之中常住不变，亦复如是。离因界立故以所传，贪欲嗔恚痴不实妄想，颠倒所有一切诸佛之所演说，云何世尊当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也？世尊，外道亦说有常，作者离于救那，周遍不灭。世尊，彼说有我，复告大会，我说如来藏不懂外道所说之我。大会，有时说空无相无愿，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，不生不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，如是典故，说如来藏义。如来应供顶正觉，为断依夫，为无我故故，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。如来藏文大会，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，不应作我见计着。譬如道家以一年具，以人工水木论性方便，作种种器。如来亦复如是，以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相，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，学说如来藏，学说无我，以是因缘故。说如来藏不懂外道所说之我，是名说如来藏。开因计我自外道故，说如来藏令离不实我见妄想，入三解脱门境界，期望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如来应供顶正觉，作如是说如来之藏。若不如是，即当外道所说之我。是故大会，为离外道见过，当以无我如来之藏。你是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离说偈言：临相属因，言以未定，性自在作，心量妄想。你是大慧菩萨摩诃萨，观未来众生，复请世尊为愿为说修行无间。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。复告大会，菩萨摩诃萨成就诸法，
得修行者大方便，分合为数，为善分别自心现，观外性非性，离生住灭见，得自觉性智善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。得修行者大方便，分合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，为如是观三界唯心分者，离我我所无动摇，离起来无数虚伪习气所分，三种种种色形色白，心在建立，梦想随立现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。分合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呢，为言妄定一切性，无数虚伪妄想摄因，观一切性自性。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善观外性非性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。分合菩萨摩诃萨善离生自灭见，为如幻妄一切性，自他其性不生，随立自心分者故，见外性非性，见色不生，急缘不即故，见妄想缘生，以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，见离自性，生见色灭，知如幻定诸法自性，得无心法忍。得无生法忍义，离生自灭见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离生自灭见。分合菩萨摩诃萨得自觉性智善乐，为得无生法忍，自第八菩萨地，得离心以意识我法自性，离无我相，得意生心。世尊，意生心者何因缘呢？佛告大会，意生者，譬如意气，迅急无碍，故名意生。譬如意气，照壁无碍，以彼一方无量有缘，因身所见，一念不忘，自心留住不绝，以心无障碍生。大会，如是意生心，得一时故。菩萨摩诃萨意生心，如幻三昧力，自在神通，妙相庄严，性将类心，一时故生。譬如意生，无有障碍，随所一念本愿境界，为成实众生，得自觉性智善乐。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，自第八菩萨地，全摄心以意识我法自性，离无我相心，即得意生心，得
自觉性智成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术法，得修行者大方便，当如实学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请世尊，为愿为说一切诸法言因之相，以各缘因相故，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，有无妄见，无妄想见，暂处其性。佛告大会：一切法二种原相，为内及为外及内。外缘者，为泥团、诸轮、性水、木林、钢、诸方便缘。有病生如泥盘、如碟、如碟、草色、精牙、绿树等方便缘生，一复如是，是名外缘前后转生。分合内缘呢，为无明爱业定法，得缘明，将彼声音解立法，得缘所起名。彼无差别，依乎妄想，是名内缘法。大会彼音者有六种，为动有音、相识音、相音、作音、显示音、大音。动有音者，作音义，内外发生；相似音者，作攀缘义，内外发生。音种智等，相音者作无间相，相似性作音者作正常事，如转轮王。显示音者梦想事生意，相现作所作，如灯照色等。大音者灭时作相事断，不妄想成生。大会彼自妄想上依附，不占处生，不具生，所以者何？若复具生者，作所作不分别，不得因相故。若占处生者，不得我相故。占处生不生，如不生主，无复名。大会占处生相似方便不然，但妄想呢？因攀缘处地正常缘定生所生故。大会占处生不生，妄想自性继续相故。占处既不生，自心现受用故。自相共相，外性非性。大会占处故不生，独自心现，不觉妄想故常生。是故因缘作事方便相，当离占处具见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离说偈言：一切都无生，亦无因缘灭。以彼生灭中，离起
因缘想，非者灭复生，相思因缘起，唯唯断欢娱，痴系梦相缘。有无缘起法，实实无有生。失去所未转，总是三有限。真实无生缘，无益福，无有灭。观一切有为，犹如虚空花。摄受及所摄，舍离迄乱见。非以生动生，益福无因缘。一切无所有，世界是言说。